你就感觉想要安怎讲就讲嘛吼。啊，我的就是爱便利嘛，吼，我叫利便达。啊对，台语写起来压起来就个打去，嘿要交代的代志。利便呐，就利便大。那阿雄我吼，感觉应该叫做利便廉。廉甲大无共吗？基本上差不多。但是大吼是种拍，啊廉是你会使用物件廉，用吃的、用压的拢可以。廉这字伫即摆，因为讲即摆是即摆电话民调嘛，啊即摆少年仔讲廉这字可能讲起来较无顺嘛，好啊，而且打这较好讲，好嘛，较好出嘴。廉啊就较无遐简单啦，啊大可能开始廉较亲像廉较死安尼。嘿，那廉啊掠家抓好，廉的，袂丢甲大的对吧？大的会酸你。我觉咱用黏的较无好讲，其实除了意思，当然黏就是无爱互伊落落去嘛吼，所以在黏条条安尼。以外，其实这个黏嘛，会使讲伊有咱台语的一个喙型的特色，就是合顿啦，然后喙啊合起来黏。所以这款呢，因为华语无这款音吼，咱有这种音，所以有时有的人会感觉敢若较歹讲安尼。